劬勞的祭司第2章，兩個鎮友。喺豪威爾22歲之前，佢嘅家庭生活一直都好平靜，冇發生過乜嘢足以徹底改變佢人生嘅大事。嗰陣時嘅佢已經接近6尺高，係一個外形俊朗嘅青年，肩膀寬闊，雙手靈巧，有住典型威爾斯人嗰種方正嘅額頭。但最令人難忘嘅係佢對眼睛，好似水晶一樣清澈又深邃，表面安詳，但內裏卻翻湧住強烈嘅理想，好似猛浪一樣出走世界的渴望。嗰個時候，佢好想睇多啲世界，亦都好想賺多啲錢。而美國就好似一塊最強力嘅磁石，係佢住嗰個小鎮。有幾個青年已經去咗美國闖天下，佢哋成日帶返嚟一啲消息，講佢哋點樣賺大錢。例如喺美國一日賺到嘅錢，喺南威爾斯要做足1個星期先有。當豪威爾聽到呢啲消息時，即使係家庭嘅牽絆，都再冇辦法壓住佢想出去闖蕩嘅心。係佢內心掙扎嘅1年裏，每一次去美國嗰一邊都贏。佢啲兄弟忙住進修提升自己，但佢卻打算先賺大錢，然後早啲退休。表哥語出行前的話，佢有一位堂兄叫伊凡利亞伊斯，已經移民到匹茲堡附近嘅鋼鐵區新堡工作。豪威爾決定離家闖天下之後，就坐船去投靠佢。後來佢喺一間石礦廠揾到一份工作，身邊好似有雲彩般多嘅見證人。但係佢離開布里南曼之前，上帝有一句話臨到佢。後來佢認為呢句話係佢現身之前最大嘅祝福。雲彩般的見證人。喺出航前大約1個月，一個星期日嘅夜晚，佢遲到去教堂。教堂已經擠滿人，佢只可以企喺門廊外。牧師正讀緊。我哋既然有咁多見證人，好似雲彩圍住我哋。牧師解釋話，呢啲見證人就係前面幾章提到嗰啲憑信心而活嘅人。佢話，你哋要知道，佢哋正圍住我哋知道佢哋係真實存在，因為摩西同以利亞都曾經喺主變像嘅山上同主交談過，門徒亦都親眼見過。牧師好似知道豪威爾喺聽，於是直截了當咁講，年輕人，也許你正要離開家，去一個你父母再都見到你嘅地方，但你要記住，如雲彩般嘅見證人同上帝都會與你同在。呢啲說話深深刻印喺豪威爾心裏，對佢嚟講，呢係一段全新嘅教訓，好似嚟自另一個世界，無比真實，被鼓舞而非被監視。佢後來話，我見到山，永生上帝嘅城，天上記名嘅長子所聚集嘅總會。佢見到佢哋唔係喺度監視佢，而係喺度鼓舞佢，托住佢嘅信心。上帝大能嘅手再次遮蓋住佢，喺呢個被揀選嘅器皿身上加上更多約束，直到上帝將佢嘅愛子向佢顯明。喺嗰一日未到之前，呢啲如雲彩般嘅見證人一直成為佢生命中最真實嘅幫助。與佢同行，美國的生活與試探。離開家鄉之後，豪威爾喺美國繼續過住向前嘅生活。佢喺當地加入教會，從來冇錯過任何一次祈禱會。只有一次，佢幾乎被世俗娛樂誘惑而屈服。一位朋友邀請佢去睇拳擊賽。過去，佢對拳擊本來就有興趣，呢樣就成為誘惑嘅主力。但上帝約束嘅手從未離開過佢。喺拳擊賽前一日，佢忽然道，如果你嘅父親、叔叔或者伯伯喺度，你會去嗎？咁
如雲彩般嘅見證人都喺度，又有乜嘢唔同呢？於是佢拒絕咗朋友，為咗保守自己從上帝領受嘅福分。第一個震撼，我真的需要救贖嗎？佢過住一種正直嘅生活，但上帝要點樣令佢明白，佢其實仍然需要救贖？甚至連教會牧師都認為佢係會眾中最好嘅青年。呢個評價其實亦都顯示豪威爾所需要嘅，牧師自己都需要。佢嘅例子幾乎同保羅一樣，喺律法之下完全正直，無可指責。但如果一個人唔覺得自己需要悔改，佢就永遠唔會尋求改變。堂兄帶來的提問，上帝有他嘅方法。第一個提醒係藉住佢嘅堂兄伊凡利亞醫師而來。有一晚，伊凡問佢一句：你重生咗未？呢句話令豪威爾非常震驚，佢從來未聽過關於重生嘅講論，就好似尼哥底母一樣茫然。堂兄嘅問題令佢覺得好受傷，於是佢即刻反擊：你呢句係咩意思？我嘅生活一啲都唔比你差。但堂兄話：重點唔喺度，你知唔知道你係咪已經得救？豪威爾話：我係基督徒，咁就夠啦。雖然口裡唔承認，但佢內心嘅自信開始動搖。第二個震撼，我其實未曾與神相交。呢啲爭論一直冇結果，但堂兄冇放棄。有一日，堂兄話俾佢聽，佢姐姐臨終前提到需要救助呢件事。當堂兄講呢件事時，佢好似見到各各他山。豪威爾仍然唔明白，但本能地，佢突然覺得自己好似企喺聖地，有個聲音警告佢唔好再爭辯。呢種感覺非常強烈，令佢決定離開嗰個地方，去外地工作，否則佢可能會觸將某啲禁忌嘅事。佢搬到約100里外嘅馬丁菲利，但喺車站送行時，堂兄仍然對佢講返同一個主題：如果你真係重生咗，我就可以放心同你分開。但見到你其實仲未被上帝得着，我實在唔放心你走。呢幾句說話，豪威爾一直都望到。被追逐的靈魂，天國親切嘅獵犬，好似唔急唔慢，卻穩定地追逐住佢，一步一步，永遠跟隨。直到有一日，佢讀咗一本出色嘅書，呢團疑雲先開始散開，透出亮光。屬靈世界中的自然律，嗰本書叫，作者係亨利·杜魯門教授。書中講到，杜魯門一直都唔知道點樣定義生命，直到佢發現史賓塞嘅定義。史賓塞話，生命就係對周圍環境有反應。小孩一出世就有5種感官同好多器官，每一種都對應環境中某啲事物。眼睛睇見景物，耳朵聽見聲音，肺呼吸空氣。只要我能對環境有反應，我就有生命。當我再冇辦法感應周圍嘅事物，我就係死咗。屬靈的死與生，杜魯門用呢個定義回溯到亞當身上。上帝曾經同亞當講，佢違背命令嗰一日必定要死，但亞當有冇死？按史賓塞嘅定義，佢喺屬靈上已經死咗，雖然肉體仍然活着，佢失去咗同上帝嘅相交，唯有借着另一個生命嘅犧牲，先可以再返到上帝面前，真正的醒悟。讀到呢度，豪威爾第一個念頭係：我能唔能夠感應到上帝？我同上帝有冇交通？上帝對我嚟講，係咪好似我母親一樣真實？定係只喺祈禱會中，我先會諗起他？如果我死咗，我仲能唔能夠感應另一個環境？我曾經係父母生命嘅一部分，距離唔會隔斷，嗰份親密
但我同上帝之間卻冇咁嘅關係。於是堂兄成日講嗰句話再次浮現腦海：人若沒有重生，就不能進上帝的國。佢終於明白，我相信救主，但我知道我並未重生。到而家為止，喺救主居住嘅屬靈國度裏，我仍未同他相交。我仍然喺神國之外，算係一個死人。我嘅良善生活同宗教信仰都唔能夠帶我進入神國。即使我唔係罪犯，唔係賊，我仍然會被拒諸門外，因為我未曾與上帝相交。豪威爾話，佢信仰上嘅自負一下子完全被擊潰。雖然佢冇犯下咩大罪，但佢清楚知道係佢同上帝之間有一道無法忽視嘅鴻溝。從此以後，佢對永恆命運嘅關心超過生命中任何其他事情。主啊，我哋感謝你，你唔放過一個外表正直，內裏卻仍然與你隔絕嘅生命。多謝你，你用問題、用人、用話語，一步一步追逐我哋，直到我哋停低，唔再爭辯。主啊，救我哋脫離只係信得好卻未曾與你相交嘅狀態。唔好讓我哋用良善生活、宗教行為代替真正嘅生命連結。求你賜我哋一個重生嘅生命，一份對你有反應嘅心，讓我哋唔單止認識你，而係真正活喺你裏面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